有关环保的消息，咱要来看，为了解决全球塑胶的危机，伫韩国的釜山，一礼拜谈判，将期尾要是无法度来达成协议。有部分塑胶的生产国，也有石油的生产国，伊是反对塑胶产量的限制。也那相关重要的决议，会后日再个讨论。 卢安达代表卡贝拉提出这个终结塑胶污染的牌价，全场给拍破啊！因过想要控制塑胶污染，达成有里程碑意义的全球塑胶公约，咩也是无讲成。If you are not going to be here to stand up to the ambition that this treaty requires, please move aside. We are planning on pushing it. History will not forgive us. 沙特阿拉伯这款少数的石化燃料生产国，强烈反对减少塑胶的生产量，佮想要用天数性策略拖延谈判。沙特阿拉伯的代表阿卜杜拉曼奈官司讲，虽因正坚持的反对，也毋过有几多项，敢若用某一种方式有写入去条文内面。根据英国环境广播公司印欧米亚的资料，中国、美国、印度、韩国加沙特阿拉伯是2023年全球5大主要组合物生产国。 We have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Busan in our collective effort to address plastic pollution, including its impact o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However, our work is far from complete. 釜山会议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政府之间的谈判委员会第5轮的会议，也是最后一轮的谈判。不过各方的意见也是差真多，包括塑胶产量的进步中、塑胶产品加相关化学品的管理，也有协助发展中国家实施这项条约的资金问题。到上尾只敢同意重要决策，然后再议。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